适应一下，适应一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OK， 好，有声音，有声音。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第二场，平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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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到了哈，那我们知道一下今天的程序比较多，有要升级的，有要受洗的啊，所以呢就来祷告，特别为这些即将要升级啊，很多要幼幼班升小学生，这些都是人生的转捩点，那就对他们更多的关心跟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崇拜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给我们，也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礼拜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口里所唱的，心里所想的，我们的思想意念都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他们的喜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来领受神的爱与恩典。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圣洁、尊贵、荣耀的永生上帝，你的圣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啊！诸天述说您的荣耀，穹苍传扬您的手段。唯有您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我们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主我神何伟大！在心灵粮诗选第40首。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请大家翻到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到6节，23至26节，还有45b。
诗篇105篇1到6节。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他仆人亚伯兰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翻到105篇的23至26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45节逼大家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公道。由我来为大家祷告，大家一起同心来为东南亚国家日本祷告。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当中，让民众能够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外岛特区的教会祷告，南竿布道所代主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的身心健康祷告。为新任的高雄市市长来祷告，求上帝是以智慧和聪明能够执掌高雄的市政。为2020年升学的各级学生关心祷告，求上帝使教会的儿童及青少年都得美好的教育造就。为今年考上大学的青少年来祷告，赵宇、玉慈、嘉恩、安婷、月心、萧彤，愿上帝施恩带领，学习蒙恩。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由瑶珍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第一处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章1到15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第56页。翻开后由我来攻读出埃及记第3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上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第二处经课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9到12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175页。好，翻开后由我来攻读。罗马书第12章第9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可自弃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上是今天的经课。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21至28节。马太福音16章21至28节，由我来攻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10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以上是主的圣训。诗班献诗，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所有全奉献。
升级礼，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主持今天的升级礼。首先是儿童主日学幼稚级升小一的小雨丽阳。哦，等一下，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来举行这个升级典礼。这个小小的小朋友，他现在要从幼幼班要升到这个小一了，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阶段啊。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的陪伴，所以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看他们升级，我们的心也跟着他们一起啊。还有那个丽阳来，一个都不能少啊！来，来，你看刚好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刚好凑一个好字，对不对？好，我们这两个小朋友，他们终于要从幼幼班要升小一了。很高兴能够来参与他们要一起升级的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未来的年日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受到老师的教导，他们能够有很得帮助，然后得到这个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的生命可以跟过去不再一样。那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雨是我们的那个杨建宏传道跟我们的宇轩传道他们的孩子哈，大女儿，然后丽阳是我们的那个曾容基还有那个银如的孩子，所以我们很高兴为他们今天来举行这样的升级，我们一起来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两个孩子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要从幼幼班升到小一，施恩来祝福他们，让他们新的开始、新的年日有新的方向目标，他们未来能够为主你所使用，他们将来所得到的这些的教导跟学习，将来主你都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年日，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在这个世代能够发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啊。有老师要接吗？我们有预备一个小礼物。OK， 好，要送给他们，先不要走。还有礼物，请对，请我们教育执事，教育执事。OK， 好。梁执事呢？对不起，老师来给好了，这个升级有升级礼啊，好，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丽阳还有小雨，好，谢谢。初小班的啊，好，我们老师带着孩子们来上课了，好，接下来另外一集就是要从小学要升到国中了，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从儿童变成是青少年。这个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跟他们参与有份啊。好，那我们要请那个张之莹他的小名叫做虾米但是呢，因为虾米游到别的地方去，今天有任务了带两个小朋友，所以请阿嬷来代理好不好？阿嬷来代理，阿嬷来代理一下，不紧，对，这个小朋友不在，我们就请阿嬷代理了哈。好，那个知颖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阿嬷的孙女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荣明兄，还有我们的这个慧珍姐的孙女，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们在教会里都有学习跟成长，特别这个知颖从小就开始学小提琴还有学一些在教会里面学一些才艺，都是很棒的。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都是为上帝大大使用，所以我们一起来为知颖祷告。虽然是阿嬷在这里，但是我们透过阿嬷来祝福她的这个孩子祝福她的孙子。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我们的知颖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知颖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她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祝福他，让他在新的年日当中有新的盼望、新的希望，让他在所行的每一件事上都有上帝美好的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指引，一路都有上帝的引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请到教育部长来颁奖了啊。好，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个要从青少年要变成青年了啊。好，我们的这个要升大学的赵宇、嘉恩、玉慈、萧彤还有安婷，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不在的请家人代理一下，好吗？对。安婷一个全部代表了啊。好，那你要负责把所有的全部都，你一个人得4份多好，得5份哦啊。好，然后我们就来为我们要升大学的这几位来祷告。那特别他们现在我们的社青跟大专生是一起的啊，所以对，还有这个是要升社青的好。我们就为这些要升大学的孩子们，为他们来祷告。特别这里有一位安婷在这个地方，她马上要去台中念书了所以我们要举手为她祷告好，我们一起举手来为我们的大学生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我们当中的几位升大学的孩子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如今他们要脱胎换骨，要成为大人的样式。主，愿你施恩来祝福他们，祝福我们的赵宇、嘉恩、玉慈、萧彤还有安婷。他们无论在哪里，祝福都随着他们。他们到哪里去念书，他们就得到很多的好朋友，他们也得到很多的师长的喜欢，让他们未来的年日都满有上帝的祝福。将来他们所学习的都为上帝所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教育执事。好，我们的教育部长要再来一次好，一次5份礼物给我们的安婷代理一下好，看前面。好，谢谢。最后一个要升级的就是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要进入社会了，要成为社会的这个主干了这个是一个也是很特别的时刻。要从学生的身份转成是这个工作的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看起来快乐，但是辛苦才是后面的开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毕业就是只有快乐，开始要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酸甜苦辣都会经历到。所以我们要为这几位要进到社会青年里面的这些年轻人祷告新城、还有佑云、还有哲宇，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新城，还有那个佑云的老妈，佑云老妈，老妈帮忙一下佑云今天没有来。好，然后哲宇老爹，哲宇的老爹，没关系，拍照可以给别人，拍照给别人，好不好？这个要进入社会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人生当中重大的阶段好，来，我们来介绍这几位了好，我们的这个新城，他是这个准新鲜人了社会新鲜人，他已经大学毕业了，要进入社会了，有4个月要当兵，现在在等兵单，当完兵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所以他的生活要开始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新城祷告。还有哲宇已经在工作了，也去上班了那但是呢，爸爸在这边帮他代理一下所以上帝祝福我们当中的这些的社青，他们都能够蒙恩。那还有一位就是这个佑云那但是佑云今天也是不在，请妈妈代理一下请妈妈代理一下。好，这是佑云的妈妈所以我们为我们这几位的社青来为他们来祷告，求上帝来祝福，让他们进入到人生当中的新的阶段。求上帝来祝福，让他们的新的阶段都一切顺利。我们来为他们举手，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着这些的我们的社青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他们要进入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阶段，施恩来看顾我们的这些的孩子们，让他们靠你喜乐得胜，他们所进入的新的阶段，让他们有美好的学习。主，我们为新城、为着幼云，还有为着哲宇来为他们祷告，施恩来看顾他们。虽然他们有几位在我们当中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是他们的父母亲都来到我们当中，愿你施恩来看顾。主啊，透过他们的父母，也祝福在他们的身上。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些社青，他们将来为主你所使用，成为我们教会里面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同工，使许多人因着他们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欢迎他们要进入社青里面。好，教育部长有礼物啊，不，我们的那个嘉恩主席啊，才叔 ，OK 了，好了，这个属灵的爸爸妈妈要来接小朋友了啊，好，这是你的孩子，你的3个孩子们啊，好，代理啊，好，这是哲宇的这个爸爸哈，还有幼云的妈妈哈。好，那我们就以后就这些人就到社青里面了啊，就请我们的要常回来啊。好，我们再次的拍手啊，来祝福他们啊，谢谢。你看团契里面有爸爸妈妈多好，这是很棒的啊。好，谢谢。好，接下来有一位也是升级，但是他是属灵的升级，更不一样了啊！去年才刚帮他办这个国中的这个小学生国中的升级，今年他要来升属灵的升级，就是他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有特别说明说，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影响我，是我自己要决定的啊！好，我们要请我们的巡生来哈，好，请你来讲一下你的见证哈，来，等一下，来，先介绍一下，这位是这个巡生。去年他才跟刚刚那几位一样，要从小学生国中，对不对？今年他要做属灵的升级，他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啊！哈，等一下他会讲他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为他做施洗。但是呢，我们要先听听他怎么说，而且很特别是他说这是要给爸爸的父亲节礼物。虽然父亲节那天赶不上，但是8月底以前一定要赶上啊！好，那我们就请巡生来讲一下他的见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以下是我的受洗见证。首先分享我名字的意义。马太福音第7章第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我名字中“寻”字的由来。父母期许我能够寻见一切想要寻见的事物。记得小时候有个很喜欢的法师，一天突然不见，找不到，所以很心急。突然想到这句话，便祷告，希望能找到。果不其然，在房间的床缝发现了他。诗篇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件事，上帝也必成全你，让你寻见。自从小时候，心中就一直有个疑问：我究竟如何知道上帝是否已经进入我的生命？我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接受主日学的教导，教会生活，到现在都平平安安的。或许这就是答案了吧。圣经哥林多前书5章第17节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也即将受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救主，并相信耶稣宝血洗净，罪得赦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因此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一生的救主。未来期许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稳定聚会、稳定祷告、稳定读经成长的基督徒。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来起下。好，各位巡生来，站正面哈，来。刚刚巡生的见证，虽然他是事先写下来，但是这是他自己一字一句的一个心里的见证。
我想这是一个最特别的事情，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在信仰上可能都会有一些牵制，或者是有一些好像太正常，不会有自己属灵的经历。但是你从他今天的见证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一个国中生，他居然可以写出这么深刻的一个信仰的见证。这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从小的教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求上帝来祝福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到大，他们能够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来成长。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看到他们的成长，但是他们的心中的种子是一直不断的在发芽、在健壮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为我们的巡生来举行这个洗礼。好，那我们就预备心来见证我们的巡生，他要为他自己的一个信仰的见证。好，巡生你转过来。其实我比你紧张。好，弟兄姐妹，请听圣经里面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现在要来准备要问巡生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为什么？因为这绝对不是其他人影响，是要自己来做这个见证好，我先来来带巡生巡生，你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乃是同时是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基督住在你的心里。现在你要在众会众的面前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巡生，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巡生，你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好，这次比较大声了好，渐渐的越来越大声好，第三题，巡生，你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好，太好了我们3个题目，我们的年轻人他都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问答。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预备心，我们有一位年轻人要进入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当中的正式的会友，所以我们也带着欢喜的心来领受，来见证他的洗礼。廖巡生，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常常来为我们的巡生守望祷告，那我们如果愿意成为他的代祷勇士，我们就一起来在你的位置上就可以站立起来，常常为他祷告，为他来寻求上帝祝福他，让他能够来蒙恩。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就一起为巡生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领受洗礼的巡生都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让他内心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美好的行为，将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
阿们。好，群生，你看一下有多少人每天要为你祷告啊？好，我们来接受群生成为我们当中的正式的会员，然后将来我相信上帝要大大使用他了啊！愿上帝来祝福。好，请大家请坐哈。要记得你现在站起来，每天要为他祷告哦啊！现在不要食言啊。阿嬷要给我们的群生一个洗礼的礼物啊！阿嬷一起拍，一起拍。啊，妈妈也来了，妈妈也来了。好，来，等一下介绍一下。好，等一下这一张要抽起来啊。好了，各位。我们这一张的证书就是我们的卫理公会的受洗证书。那这一张的证书，不管我们去哪里，去哪一个卫理公会，只要你带着这一张去，你就会接受到这个教会的很好的招待。你就是他们的会友，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哈。所以这一张会友证书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张的会友证书来颁给我们的巡生哈。我们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我们的荣民弟兄哈，代表我们的教会来送给我们的巡生我们的会友证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供给其他人拍照了啊！我们就请大家就先结束的时候再一起拍啊！好，谢谢。那个血清可以带走去上，没问题哈。好，谢谢。今天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不论是对巡生，对我们都是。教会也预备了一本圣经给巡生，让巡生带着圣经呢，带着上帝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日日读圣经，让神的灵粮时时在他的心中，让他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帮助。巡生，你记得要读经哦，每天都要读 ，OK？ 日日亲近神，上帝爱你，祝福你。以下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程序是证道，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为不以为耻。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见证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升级，还有受洗。我们向主献上感谢跟感恩。其实牧师很期待我们，假如上帝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每个月甚至每个礼拜，我们都能够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愿意来领洗，能够来转入我们的教会，是很棒的。弟兄姐妹要看到上帝美好的作为已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动工，我们要每天求上帝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的教会里，所以要常常为你的教会守望祷告，让上帝动工在我们当中。每一天你会看到新朋友，每一天你会看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啊。有一个年轻人叫小英，然后他是一个大学生。各位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学生的餐厅，有时候会供餐给孩子们吃，会有年轻人会吃饭的。那这个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猪排怪怪的，好像不是很新鲜，所以他就去跟那个厨师讲，他说那个厨师是一个阿伯，他说阿伯，我觉得今天的猪排没有上次的好吃结果这个阿伯跟他说什么？他说一样啊，这个就是上个月的那块猪排啊。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这个便宜行事了这个上个月的东西再继续拿来吃，其实不必要这样。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有新鲜，每一天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就改变，圣灵充满，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新的人。所以刚刚巡生讲的那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新鲜的里面，每一天我们都新鲜的经历上帝，每一天上帝给我们恩典都是新鲜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
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为主而做。什么叫为主而做？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不是为我自己的高兴，不是为我自己的喜欢，而是我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但是什么叫做给主做的？什么叫做为主而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一个样式？所以这里有一段经文，哥罗西书3章，这里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是好像是要给主做的，不是要给人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事情，好像是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来在主的面前来献上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去寻求什么事情叫做是为主而做，有哪些的特色，哪些的特征，所做的事情是为主而做的。好，请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图片。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有一些信仰的图片，让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好，他说，既然是为主而做，就是要荣耀神而做，荣耀上帝而做，是不是为荣耀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求自己的荣耀，我要被看见，我要被人家知道。所以为主而做，就是上帝要被看见，上帝要被知道。所以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凸显，我很有能力，我很会做哪些事情，而是上帝在我所做的事情上面，他能够得荣耀，那个才叫做为主而做的，或是给神做的。第二个给神做的特色是什么？就要喜乐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常常是不喜乐的做。我所谓不喜乐的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这是牧师要我做的，这是某某执事要我做的，我是被迫的，人家要求我这样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来觉得说好像一表谦卑，其实并不是这样，反而并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当你要为主而做，应当是喜乐而做，你所做的事情是为荣耀上帝的，应当是欢喜的来服侍上帝。我记得我比较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当我每一次要服侍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荣耀。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去升旗，参加升旗典礼，连老师都去了。但是我要帮老师打水，我要帮老师擦桌椅，我要帮老师做很多的一些的杂物跟事情。所以在同学当中，我觉得我很荣耀，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为主而做的时候，应当也是喜乐的。虽然你要去打水，虽然你要去做很多的擦拭，虽然要做很多东西，但是因为那是为我的老师做的，所以我觉得那是荣耀。所以同样的，当你为主而做的时候，那是为我的主来做的，应当是一个荣耀跟欢喜快乐的事情啊。第三个，如果是为主做的，那么应当要尽力做到最好。我们要把献上给主的，应当是要最好的献给上帝。刚刚我们的诗班里面唱所有权奉献，当然不是告诉你说钱包里面所有的钱全部倒出来，千万不要以为是这个啊。所有权奉献意思是什么？你的最好的是什么？你把你的最好献在主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上帝要最好的祝福，但是我们给上帝是次好的东西。所以当你要跟上帝要最好的祝福的时候，同样的你也尽力在上帝面前把最好的献在主的面前。好，第五个，既然是为主做的，就要能够看作是一件尊贵的工作。虽然我只是排桌椅，虽然我只是去发单张，我也许不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一位，但是不管我是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所以都是为主做的。不是因为我今天是排桌椅的，我今天是打扫的，我的工作就比较卑微，站在讲台上的那个就比较荣耀，并没有。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来做的。再来第二个，给神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相信上帝所做的必要成就，所以是凭着信心做。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为主而做，而不是说反正就是做一做就好了，好像随便完成就好不相信上帝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这个图片很棒，就是虽然也许你做的事情别人不一定给你很好的回应，但是我仍然要持续做，坚持的去做，让我能够持续不断的来为主而做这样的事。每一件事情都相信上帝必然要成就，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样的热情跟热心在我们的里面。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是为主做的，就要照着上帝的方法去做，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方法做。
很多时候我们很习惯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来做，而不是照着上帝的方法。很多时候快的方法不见得是上帝的方法，快的方式不是上帝的方式。很多时候快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假设小朋友不乖的时候，打一顿是最快的，但是快的并不是一件对的或是好的方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既然要为主而做，就要照着上帝的方式，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人的方式。最后一个就是，不管困难再大，仍然要坚持的去做。刚提到了信心，坚持的、持续不断的，仍然去做。有时候可能目前看不到果效，但是将来我们必要看见那个美好的果效。刚刚我们的几个孩子们，各位可以从很小的时候看到他，也许像寻生，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在教会里，我们也不知道他哪一天他就成长跟茁壮，到现在他可以上国中了，他可以自己愿意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忍耐跟等候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跟忍耐跟等候。也许看起来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要持续不断的来这样去做，这个是为上帝而做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些的图片、这些的漫画，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好，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跟这些都有相关的。各位，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6章里面，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以至于会有今天的这段经文出现在里面。各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曾经有过一个事情，就是要考期中考试，知道吗？期中考试，有没有谁没有考过试的？只要身为台湾人或是台湾的学生，一定对考试是不陌生的。我们几乎常常每天要面对考试。但是耶稣并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但是他也是要跟学生做一点考试的。耶稣问学生一个事情，耶稣的考试是什么？耶稣问他的学生说：“人说我是谁？”耶稣问他的学生说：“人说我是谁？请你们来回答。”有的人说他是这个某一个先知，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有的人说他是这个先知当中的一位。里面只有一个学生是答对了的，他的回答非常的正确。这个人叫彼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彼得回答这个答案的时候，耶稣说 ：“Perfect。”完美的，这个话是对的，你这个回答是100分的，因为你所得到的启示是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跟认知。人看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人看耶稣是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非常的高兴。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考100分，你所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是100分，不一定会是这样。有时候你可能现在考100分，下一个阶段考就是0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地图先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发生的事情。如果各位看16章的脉络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它是一个大希律王所分封的下面的孩子，有一个叫希律腓力的这个王分封的王，他所管辖的地方。那为什么他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因为他为了纪念他的老板叫做该撒，好，所以他为了纪念他的老板叫该撒，因为该撒给他这个位置，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他的首都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了解，你就知道以色列也是经常被很多国家统治，跟很多国家的一个侵吞，所以他们带来很多的所谓的异教的文化，带来很多的一些的神明，带来很多的每个国家的神明都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神明在那个地方。各位如果看这个图上面它有奥古斯都的神庙，那个是拜皇帝的，然后这个有潘神庙，还有这些的这个海神或者是生育之神还有宙斯的神明，或者是这些叫做其他很多的神明都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曾经有被亚历山大大帝统治过，他也被罗马帝国统治过，所以每一个国家来的时候都给他送一些神明或神像在那个地方。特别这里有圈一个红色的圈，那个圈圈的地方，那个叫做潘神庙。各位知道潘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明，知道吗？
希腊人他们的形容那个潘神，就像很多人可能有看过杨澜的《迷宫》这个书吗？或是电影，半身的羊，半身的人形的那个神明，这个是希腊的一个神明。那他是主管什么？他在主管的就是生育的部分。所以因为过去的人觉得羊是很会生的，所以他们用这个半羊半人的这个神明来代表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他们认为生命是代表什么？水是最常见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潘神洞里面，它会今年有流出水来。那这个水有什么样的作用？各位知道有一条很有名的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的源头里面有一支就是这个从这个潘神洞里面流出来的水流，从黑门山然后进入到这个潘神洞里，然后再流出来的水流，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水源。各位，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水很多，所以我们大概不太会觉得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各位知道，如果你在干旱的时候，在比较没有水的时候，如果下雨天，你会觉得哇，久旱逢甘霖，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你在没有水的地方，沙漠地区里面有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生命。很多人就把这个潘神庙里面流出来的水当作那是神水，这是生命，所以很多人把他的认知认为这个是潘这个神给我们的。所以很多人的认为的信仰是从这个信仰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生育，有很多的土地可以丰饶，这是这个神明给我们的。然而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却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潘神洞哈，约旦河的4大源流之一，这个班尼亚斯河里面的一个水源的地方，它是从那边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源，所以在它的洞的外面就是那个潘神庙，刚刚看到的那个庙。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这个是这个神明所给我们的水，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认定。以色列人知道生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是上帝赐给我们水源，上帝才是这个活水的泉源，上帝才是供应一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信仰，这个地区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跟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是冲突的。对他们来讲，很多的神明都执掌每一个不同的这些的神的事情，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只有上帝才是主掌一切的所有，上帝才是创造的主，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他相比的。好，这个是在这个岩壁上的神龛，就是刚刚的那个潘神庙的附近的山壁上面，这是一块很大的岩石山，上面有这个叫一个洞一个洞，那叫神龛。各位如果有看过那个敦煌的千佛洞，也有类似像这种东西，放了很多的神明在那个地方，所以早期有很多的神明是放在那个神龛上面的。当耶稣跟他的学生来宣告说他将来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说那个磐石指的是彼得，包括天主教会认为说那个磐石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以为那个磐石指的是彼得，可是其实都并不是。耶稣在讲的那个比喻，在讲的那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在这些异教跟这些的这个异教的庙很猖狂的地方，上帝要把这样的一个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异教的地方，要建立起来。然后耶稣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磐石不是指的彼得，真正的磐石也不是我们所认知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坚定，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是，他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些在充满异教的地方，他要能够建立起他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抵挡上帝的教会。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称刚刚的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称那里叫做地狱的门，因为那里有很多的神明，那里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希腊神明在那个地方，偶像神明在那个地方，甚至那里有深不可见底的黑色的洞。很多人不晓得说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甚至是恐怖的，所以很多人说那个地方叫做地狱的洞，或是地狱的门。耶稣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宣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虽然在众多的这些的世上的这些的神明，或是说这些的其他的神的这些的围绕的当中，神的教会仍然要建立在那里。
但是耶稣用的方式跟世人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只要被杀害，人只要被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来这个对付，甚至到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了考100分，不代表你的下一阶段就会再考100分。有时候你的下一阶段可能本来前面考100分，后面变成是0分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来为耶稣回答了什么。23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因为当世界都不再遵从上帝的话，当世界都在违反上帝的法则，甚至自己都当神了，很多人把自己封神当神的时候，而耶稣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在这地上，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那是做不到的。但是耶稣用的方式是我要为众人来死，所以彼得说：“老师不可以这样，这个事情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但是马上彼得要被责备，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他说：“撒旦，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的事情，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反而是体贴了人的意思。各位，如果把这个场景再拉回到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受试探的时候，各位，快的事情不见得是对的事情。耶稣曾经受过一个试探，当魔鬼带他到山顶上面的时候，把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然后他说了什么？魔鬼跟耶稣讲说：“如果你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所有都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方法快不快？太快了！我只要低个头，这里全部都是我的，全世界都是我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低头向魔鬼下拜，快的方式，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式？所有的人都在恶者的掌权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尼托生这样说：“我愿意让圣灵有完全的自由，而不愿意让肉体有些微的自由。”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容许让罪存在，有时候我们容许让一些的不好的事情随便存在，以至于我们反而被它来牵制。各位，我们如果最近知道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你知道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都会告诉他说，不可以玩手机玩太久，不可以玩手机玩到成瘾。可是你会发现，你只要一旦给了手机，你就无法去防止那个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让肉体有自由的空间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会变成那样的一个样式。所以尼托生说：“我宁愿让圣灵有完全的自由，而不是要让肉体有些许的自由。”有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察觉这个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时候，就需要赶快的停止跟禁止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没有灵魂就是没有生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小字的里面，那个生命又挂了一个小字，说获益灵魂。所以如果你把灵魂这个字套进去的时候，一样可以适用的。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赚得世界，然后赔上灵魂。可是有的人是为了一个小事情，还不是全世界，但是他就赔上他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灵魂就是失去了生命。当你没有灵魂的时候，当你不再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再拥有你的灵魂的时候，即使你赚得了世界，你仍然不是自己了。你已经不再是被自己所管制管辖的，你已经是被这个世界所管辖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耶稣在对门徒讲的这个话，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他真的赚了全世界。耶稣讲的这个内容是指，当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当你不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你说这个太难了，太危险了，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要跟世界上的人都一样的时候，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我不想要去做，我不愿意去努力，我就跟世界一样吧。别人不努力工作，我也跟他一样不努力工作；别人不想念书，我也跟他一样不想念书。别人的做的事情反正我都跟别人都一样。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指当你跟世界妥协的时候，当你跟着世界一起的时候，你将失去了你自己。所以你有了生命，却丧失了生命。可是为主丧失生命的，也许你为耶稣而做，是很多痛苦的，是很多劳苦的，是很多人不喜欢的。然而当你为耶稣这样舍命的时候，你反而得到了生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如果没有那个坚持，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地方。上帝如果没有开这个门，其实我们也进不到那个地方去。10年前，我跟我的师母，我们88水灾的时候到嘉东去开拓。去嘉东开拓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嘉东那边有一个村叫做汶子村。汶子村是一个淹水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一个汶子国小。国小里面的校长，他是这个一贯道的这个信仰一贯道的，他从来不让教会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工作，包括到学校里面教彩虹妈妈，到学校里面去做一些的辅导工作，他们不要。教会团体不可能可以进去的。我们当时去救灾的时候，除了我跟师母，我们是2个人进到那个地方去以外，有一个叫做林落教会，他们有20几个人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牧灵行道会，他们也有几百人投入在那里。当然，我讲这个并不是要夸耀什么，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上帝用2个人可以进入到一个不可能进入的地方。很多的教会都告诉我们说，进不去的那个学校是不可能进去的，进不了那个地方的。我们很感谢上帝，是突然有一天，上帝开了一个门，学校里一个老师就打电话出来告诉我们说，牧师，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来到我的班上帮我们上课？这是一个天大难逢的机会。我们家只有2个人，那要不要去？当然去呀，能够有机会进去就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我们家师母就进到班上去，进到学校里面去，就教了那个班的一个彩虹妈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可以进到里面去，但是我们是2个人，但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不可能。当上帝工作的时候，你要相信是可能的。上帝要用我们能够来成就许多的事。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教会。所以上帝不是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跟随他，上帝要的是那个真实跟真心来跟随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看到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真心在上帝的面前就能够讨上帝的悦纳。马可福音8章38节，这里提到了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段经文出来，因为很多的学生，他很多跟随他的门徒不愿意付上那个代价，所以耶稣提到了这段的经文。请大家看马可福音8章3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敢不敢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我是信上帝的？当你在众人面前宣告你是信上帝的，也许你会受到一些逼迫，也许你会受到一些拒绝，也许别人不喜欢你，但是当基督跟他的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在荣耀当中，他要承认这是我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拍谁了，我不敢讲，我不敢去人的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我不敢说我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也要在他的荣耀中觉得我们是可耻的。一样在救灾的时候，曾经经历到那样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会让我们有点匪夷所思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拿这个来逼人家要来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去服侍人，但是宣告我们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我在总会里面，我得到一个指令，让我非常匪夷所思，就是我的长官告诉我说，当你去人家那边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你是基督徒，你只要默默做就好了。好像听起来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事实上，
那并不是一个荣耀神的时刻。我这样做服侍你，并不是要求你来信耶稣，但是我服侍你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所以你应当可以来见证荣耀上帝，而不是因为认为说这样人家好像逼着人家来信主。上帝透过我们来服侍人，愿不愿意信主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宣告上帝的荣耀在那个地方来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上帝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上帝在他荣耀中也会把我们当成可耻的。但是当你能够在众人当中见证神的时候，神也要在他的荣耀中来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荣耀上帝？你在你所行的事上，你敢不敢去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司布真这样说：如果你自称基督徒，却完全满足于属世的享乐跟追求，那么你的信仰告白就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跟社会妥协比较快、比较好、比较不会受伤，很多人选择是这样的路。但是你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要为了这样。如果你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要享乐跟世界妥协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假的。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要建立他的教会，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在那个充满异教的那个磐石上，神要在众人当中，在不信的人当中建立他荣耀的教会。所以一个人的灵性不是在乎他在教会里表现什么样，而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以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很漂亮很好，好像这样就是我们灵性很好。需要看到的是，在私底下关起门来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用生活来荣耀上帝吧，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是来荣耀上帝，为上帝而做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启示。第一个，跟从主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所以这里提到说，若有人要跟从主，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第二个，跟从主就是不以认耶稣基督为耻。所以当你有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就应当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并且要思考我的心是不是全然交给主。当我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是以耶稣为荣，还是以耶稣为耻？所以信仰是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去活出那个看不见的生命。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是活出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跟从主就是为荣耀上帝而活，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会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主为我们死，我们是为他来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记得我是为主而活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章16节，这是保罗的宣告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念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很多人说我是拜妈祖的，我是那个慈济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讲这些都不会觉得羞耻。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不应该以耶稣为羞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在众人面前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每天生活来荣耀你，使我们所见证的都是为荣耀神而做的。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先来攻读本周的金句2遍，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回应奉献。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在心灵粮诗选478首，《信靠顺服》。
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让我们信靠顺服。我们感谢你，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你丰富的供应中，我们福杯满溢。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日日所示的平安喜乐在心中。亲爱的主，我们也愿意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常常赐福给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会众请站立。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唱第一遍的时候，请大家大声的唱，来享受成为一家人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然后唱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互相的不握手、拱手，大家问安。OK。同享生命的喜，同在。
大家坐下喽。现在来报告教会的消息。首先呢，我们7月份跟8月份的寿星呢，有下面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有迪华姐妹、淑妃姐妹、博仁、孟顺、曼青、美珍、如君。在8月份的寿星呢，有美燕、怡金、申丰、伟正、西平、新义、钟灿，请你们站起来接受大家为你们的祝福，并请牧师来为大家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7月、8月的寿星，我们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因着你让他们能够来到世上，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兴旺，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的和乐平安。谢谢你，也恩待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人因着他们也蒙福得帮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寿星，他们在这个时刻都是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刻。每一天这样的美好也都随着他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谢谢，祝福你们。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新的来宾，有美满、宋美满，在这里，还有倩池，感谢你们来我们教会，感谢神因着主的爱，以圣灵的引导，带你到这里来。这是主的美意，我们诚挚的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常常来我们教会，祝福你们，请坐。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今日为圣灵降临后的第13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下周主日为9月份的圣餐主日。每一个月的第1个礼拜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恭喜行生受洗及赎音呢转入本堂，欢迎他们加入荣光堂家庭的行列，请求主来兼顾他们，引领他前面的道路，并请大家为他们来代祷。为了预备即将开设的红本门徒的课程呢，我们的牧师在每周3的晚上呢7点半到9点，在201教室为大家预备新旧约圣经中览的课程，欢迎兄弟姐妹踊跃参加。星期四晚上，每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半到9点，教会有查经祷告会。本周查考的内容是雅各书4章1至10节，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为教会各样的事工来守望祷告。9月12日开始，我们的制服艺人学院的秋季班的课程开始顺利会开班了。目前报名的人数有212人，请大家也为制服艺人学院的课程的顺利来祷告。9月12号的星期六的晚上 ，YMCA 呢在7点半的时候，借我们的教会举办仲夏音乐会，它是免费入场的哦，欢迎您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共同来欣赏。
卫理神学院呢，秋季班9月18号开始呢，在晚上7点至9点50呢，在荣光堂有办理箴言的解析课程，欢迎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个信徒神学的课程，扩张您属灵的境界。卫理神学院在9月9号呢，在本堂呢有报考圣公硕士及义务传道的面试，请为报考者来为他们关心，也为他们代祷。卫理公会呢，108学年的年度的奖学金呢，我们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截止日是9月25号。请孩子们，请你们好好的读书，也请你们来办公室领取申请的表格。总会的表格呢，它的总会的名额虽然有限，但是只要你们的资格是符合的，荣光堂同样受理，会颁发同样的奖金给您。请孩子们，你们快快乐乐的读书，好好的读书。上帝呢会为你预备所有的东西。好，我们来为我们肢体的消息来祷告。今天呢，牧师呢，这个第一项已经做过了。第二件事情，我们为身体不适的，春和，还有瑞美的父亲，年秀姐姐的母亲，清凉的身体，金土的身体，淑妃、芝华、品纯、孙妈妈的身体，周雄爸爸的身体的复原来代祷。好，我们站立起来，一起来三一颂。被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来荣耀你、见证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您祷告。